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无怪台湾会互外国媒体批评讲是行人的地狱。伫台湾这个行路这行人的环境，确实是真无友善。上主要是因为驾驶无惯势让过路人先行。就伫台中大理的一个 T2路口车顶哦，一个阿嬷刹着婴仔车，行斑马线要过大路，结果要倒弯的车一台接一台，有10外台的汽机车，无甲一台让阿嬷先行，阿嬷就安尼为车顶，等个变红灯，一花拢无花出去。民众看到这个影片，拢话讲实在伤含咯。阿嬷刹红影车带伊的孙要行大路线，车顶时准备要过大路，不过伊煞无法度刷卡，因为头前倒弯的车一台接一台，有汽车、机车前后加起来有13台车小刷通过，无一台车停落来要让阿嬷先行，阿嬷就安尼徛伫咧大路线废车顶等到红灯。就大家为了想要赶快。就是过那个绿灯，然后就是也没有注意到说他想要过那个人行道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啦。我觉得这里不晓得奇怪，政府已经宣导那么久了，大家一个同理心都没有啊。那这站无让阿嬷先行的地点，就伫咧台中大理区的仁化路和成功2路口。阿嬷当时就徛伫咧墙尾边，等要过大路。当时倒外经过车，无论是轿车或者是乌托邦，拢无驾驶停落来要先让人行。警察看到影片，讲汽车、机车的驾驶都已经违规。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时未礼让行人先行，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，得处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。警察强调，会加强路口的处理，若是看到汽车、机车驾驶通过大路线进前，速度无放慢，也无先让人行，就一定会给开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